咱开始要来练习咱的诗歌，请大家掀开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这首诗歌，伊的旋律真好听，伊的歌词写了嘛，足好，足有迄个意思吼。咱看第一节，伊安尼讲：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转世星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伊即节的头半段，伊是咧形容咱的主；伊后半段，伊是咧讲伊家己的迄个对主的敬畏迄个心情吼。伊讲主是创造天地甲海的主，伊即款伟大的创造，互伊有迄个敬畏甲迄个学乐。伊即个敬畏，伊感觉讲无法度用人的话语来表达，所以伊就问上帝讲：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乐？所以即条歌内底不断即个旋律，即几句一直出来，所以互咱感觉有迄个伊对上帝迄个渴慕的心，真正互咱有真大的感动吼。好，咱即摆就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第6节，好来，咱即摆开始。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转世星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阮着怎样来呼求？第5节，慈悲的主，对敌的主，应念受惊的主，阮着怎样现人海？阮着怎样求和平？万世的主，神秘的主，慈悲怜悯的主，阮着怎样现人海？阮着怎样伫我命？就是咧。拄则迄个第6节的结束，应该是唱怎样实现你天国？哈，等下大家爱唱我就歹势哈。好，第2首，请大家掀开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咱唱第1节甲第2节。乱流的主情，你将不可。
最后一节，请大家掀开353首，请看善良慈悲牧者。这首诗歌，咱可能较无熟吼，咱即摆邀请圣歌队，甲咱先唱一摆吼，来转首圣歌队请吼。第二节。好，咱即马第一节，咱大家来唱一解。好，来，第一节来，请来。好，第一节来，请看善良慈悲牧者，面貌和脸更美，比春夏秋暖流有呀，破音的迎接，破音的迎接。好，第二节有一个所在吼，咱来小注意一下。就是伊的歌词，咱看迄个第二谱表吼，伊讲对天降临来甲引大，调治要救小儿，迄个调词吼，台语读做调治要救小儿，小儿还是个调治要救小儿。好，咱即马唱第二节，来。主公用阮世行就我，无地看奇妙事，对天降临来甲引大，调治要救小儿，调治要救小儿。第二节佫一摆来，主公用阮世行就我，无地看奇妙事，对天降临来甲引大，调治要救小儿，调治要救小儿。好，咱今仔日练习到这。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这时礼拜开始。
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上主安尼讲，恁着维护公平、实践公义，因为我会拯救君啦。我的公义念伊实现，坚守安息日，拢无违背，手无做歹，即款人真有福气。咱着得到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的创造主。因为有2个也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做伙来吟圣诗38首，圣诗38首，乌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咱议员徛伫三甲額頭來祈禱。萬權能的主上帝，佇你設立的日子，願歡喜來到你的聖殿敬拜服侍你。懇求聖神即時臨在，用你的陽光光照阮，互阮佇你的聖殿內面掃除阮心中的污秽，使阮有清潔的心。有正直的人，堪得来群对你，通真做你欢喜的囝儿。主啊，感謝你賞賜你所創造的宇宙大自然，予阮，閣呼召阮，使阮在靈，通有份甲你同工來管理世界。總是阮的罪性，就得到阮誤用你的文字來破壞大自然。用你所託辦予人的科學的能力，去行逐項損壞家己甲萬民的代志。有人為着利益，
伫食面中掺无应该放的物，各种会伤害家己的色素。有人为着趁钱，摄在毒品伫青少年中来流行，这拢互阮的心惊吓。阮伫意追求新奇变化，为着要得到耳目的欢喜，却常时丧失上帝伫创造的时小赐予阮迄种原本的美善。阮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却用过度扼杀开发土地做代价，结果带来是大自然破坏、地球暖化、气候失去控制，天气毋是极寒冷，就是更烧热，大地毋是高达，就是做大水。阮看见身边种种通惊的事日日咧发生。当阮安静回头思考的时，主啊，恳求你赦免阮人也家己做较敖的心态，赦免阮自高骄傲，原谅阮无用谦卑顺服的心，无尽做好管理责任的罪。求主监察阮的心，警醒阮，无搁互世俗的腐败来影响阮。求你伸手清气阮的心，互阮知，着伫阮的生活中对头做起，用实际的行动，伫节约各种的资源，减轻环境的负担，做好所交代管家的职分，时时心存敬畏，和善对待万物。也恳求主继续用你慈爱的手，仁爱大牵阮，互阮通伫你的疼中间来活。今仔日，我们透过林牧师的勉励，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同时，阮也要感谢天父上帝，互阮有这位疼主疼人、认真良善的牧者来到阮中间。林牧师是咱济南教会出身的会友，也是长职，后来做牧者。阮伫伊身上看到伊军队主耶稣的脚步，做工无嫌劳苦，尽心尽意尽力，疼主疼人，关怀会友。伊所行过的是遮尔美好的脚业。今仔日是伊用教会牧者的身份，最后一届的讲道，阮珍惜即届的小组，也求主祝福伊以后前往美国甲亲人的生活。虽然伊要暂时离开阮，求主赐福林牧师这段的旅程平安顺遂，早一日转来济南教会再相会，求主赐福。阮的祈祷无完全，阮即时也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像就伫天呢。阮的一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请咱先开信息后面课英文第64篇，课英文第64篇，这是出自雅各书第1章，咱做伙来课英。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
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要实现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来吟圣诗23首，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请起立来吟。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用恩光尊贵，互阮做免流。因为这个身份，互阮会通直接到你伫你的面前敬拜，好胆伫你的殿院求问，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光荣！
阮感谢你。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清去阮的心，圣洁阮的灵，会通用心用真实来敬拜你。也恳求你将不败坏的美娘赏赐阮，互阮的灵命日日勇壮，通伫属灵的知识加添，搁较加添，来承接你所应允的福气。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14章第1节到23节。罗马书14章第1节到23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信心软弱的人，着家己接纳，毋通甲伊辩论有争议的事。信心坚强的人，信逐项拢通食，毋过软弱的人只有食菜色。逐项食的人，毋通看轻无逐项食的人；无逐项食的人，嘛毋通批判逐项食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有接纳伊，你算啥？哪敢批判别人的仆人？伊做了好，还是无好，伊的主人会甲伊审判。伊会做好事，因为主会甲伊帮赞。有人看即日比迄日较重要，嘛有人看逐日平平重要。逐个人都有家己明确的见解。守特别日子的人是为着主来守，有食肉的人嘛是为着主来食，因为伊有感谢上帝。无食肉的人是为着主无食，伊嘛是有感谢上帝。咱无人为着家己在活，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咱若活，是为着主在活；若死，嘛是为着主来死。所以，无论活还是死，咱拢是属主的人。为着这个目的，基督有死，嘛有过活，通常时做死人甲活人的主。安尼是安怎？你在批判你的兄弟还是姊妹？是安怎在看轻你的兄弟还是姊妹？因为咱众人拢着徛伫上帝审判台前。圣经有记载，主讲：“我是永活的上帝，大家骹头乌会甲我跪拜，大家喙会宣认我是上帝。”安尼，咱逐个人着将家己的代志伫上帝面前交代清楚。所以，咱毋通阁互相批判，反倒着决心无做互兄弟还是姊妹的信仰所受遭迫害、绊倒的事。我知，国主耶稣互我确信，逐项物本身拢清气。人若想讲无清气，对迄个人来讲，迄项物就无清气。你若因为所食的物，互兄弟还是姊妹心艰苦，你的行为就毋是出自疼心。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互兄弟还是姊妹抵到灭亡，因为基督已经为着因死，所以毋通互恁看做好的，诚做人的诽谤。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饮食，是靠信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会互上帝欢喜，嘛会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追求和睦甲互相造就的事，毋通为着食物破坏上帝的工作。万物拢清气，毋过人若因为食物，互别人的信仰受阻碍，就毋好。较好的是无食肉，
无啉酒，无做互兄弟还是姊妹失去信仰的代志。你对一项事的信念，是你甲上帝中间的代志。对家己看做着的事，无职责的人真有福气。毋过，心无摇疑来遮的人会受定罪，因为毋是出于信心来做的，拢是罪。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互听透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赞美的歌。下面要请林明勇牧师讲道，题目是强者对弱者的责任。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带领大家来敬拜俄罗上帝，献上咱对上帝的感恩甲俄罗。咱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荣光上帝。感谢上帝，伫这半年外的时间，互咱有机会来详细探讨罗马书，也帮助咱对基督福音信仰的根基、基督徒的生活，甲教会的起造有全面的了解甲提醒。罗马书一开始就强调，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得到上帝的荣光得袂到。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伫末日，上帝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允捌的事。毋过，上帝有为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开一条活路，就是立耶稣做赎罪祭。通过耶稣的死，互人对信，
毋是照着遵守律法的要求，罪得到赦免，来恢复甲上帝有正确合宜的关系。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疼，透过耶稣来彰显出来。通过洗礼，甲基督同死同国活，咱旧的自我就已经甲基督做伙钉十字架。迄个互耶稣对死人中国活的圣神，嘛会进入咱的内面，互咱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甲平安。所以踮伫咱内面的圣神，甲咱的神做伙作证，讲咱是上帝的囝儿。咱即马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律法的拢断绝关系。安尼，咱就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神的新的方式来服侍上帝。伫罗马书12甲15章是有关基督徒实际生活的教导。既然上帝遮尔怜悯咱就应该对上帝献上真实的敬拜，用真诚的疼彼此相款待。对罗马书的记载，咱知影，咱基督徒有传福音、纳税、彼此相疼的义务，特别是伫这黑暗暝得要过去，日时得要到，上帝的拯救搁较接近的时，咱都爱搁较警醒，生活伫光明的中间。今仔日，咱就是要来探讨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教导，特别是咧处理有关信心软弱甲信心坚强的基督徒中间互动的关系。这毋是讲针对因信仰对信仰真理，也是基本的信心，也是信仰的道德的问题，乃是因为因无共款的族群，久长以来文化背景、信念对啉食、对生活守节期的看法无共款，煞造成教会袂和睦、纷争、分裂、互人绊倒的问题。所以，这段经文的内容，甲哥林多前书第8章甲第10章所讨论的问题是相款。因为保罗咧写罗马书的时，是伫哥林多，伊真清楚罗马教会原来会含哥林多教会拄着相款的分裂对立的问题，所以伊用伫哥林多教会的经验，直接来劝勉罗马教会。根据罗马的迄个历史学家的记载，克罗地皇帝是伫公元49年，因为迄阵犹太人甲犹太基督徒中间，为着讲，可能是为着即个问题，耶稣是毋是基督纷争对立，引起动乱，所以就命令迄阵的犹太人，当然嘛包括犹太的基督徒，拢着爱离开罗马。伫《使徒行传》18章第2节，就有记载，讲保罗因为安尼，伊伫哥林多就有拄着对意大利来的阿古拉、毕基拉夫妇。直到公元54年，激落过身，尼禄皇帝就为了后，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渐渐就倒去罗马。
毋过，即时因才发现，即个留伫罗马外邦的基督徒，无阁亲像因互人赶出去进前迄款，安尼遮尔势利，来遵守犹太一寡啉食清气的条例甲节期，所以就引起争论。所以伫遮所讲的即个强者，是指外邦背景的基督徒，因对犹太世俗渐渐无遵守，嘛无关心。弱者指的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因犹原真遵守犹太人的啉食清气的条例甲节期，所以有一个现象，就是强者真容易看轻弱者，弱者伊袂当得到信用带来的自由，就来批判强者，讲因是过头自由放纵，离开正道。所以即张保罗的劝勉有2个重点，头一点就是讲，毋通批判人；第二点就是毋通互信徒的信仰受阻碍。保罗一开始伊就讲信心软弱的人，就甲伊接纳，毋通甲伊辩论有争议的代志。伫遮可能就是指讲，都爱欢迎倒来罗马的犹太信徒，因毋是伫基督信仰顶面咧软弱，是伫有争议的代志顶面，袂当完全来理解。所以因倒来即群人，也包括有一寡是主张无食肉无啉酒的即款素食的团体，这人可能是类似但以理先知，也受到伊态度的影响。来讲，这个争议主要的关键是有一寡犹太人，因犹原得意，就是要按照旧约记载迄个律法的文理条例来遵守。伫使徒行传加勒泰书，咱嘛有看到使徒彼得，伊要前往罗马军官哥尼流的厝进前，伊嘛有面对清气无清气，会当食无，以及是毋是外邦会当含外邦信徒做伙食饭，即款的困扰，究竟这是已经实行1300多年，这个律法的条例已经就进入犹太人的生命文化的内面，要讲叫因随时就完全拄去，嘛是相当无容易的代志。所以保罗就劝勉罗马信徒，信心坚强、逐项拢食的人，毋通看轻信心软弱、无逐项食的，干那食菜西的人，无逐项食的人，嘛毋通去批判逐项食的人，因为无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上帝就已经拢接纳因成做基督徒啊。所以保罗就直接问讲：你算啥货？你敢批判别人的仆人？伊做了好，还是无好？伊的主人会甲伊审判，
伊会做好势，是因为主会甲伊帮赞。所以保罗伫遮提出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讲无人有权利去论断别人的仆人。这仆人只要对伊的主人负责任。咱俗语咧讲拍狗嘛，就看主人的面色。所有的基督徒拢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基督徒的成功失败，自然有上帝咧管咧帮赞。咱无权去批评别人，找别人的毛病，搁较无权去责备人，因为只有上帝有权安尼做。咱应该甲人论断别人的事交互上帝。对别人，咱只有是了解、接纳、甲体谅。相反，有人都看即个日比迄个日较重要，嘛有人看讲逐日平平拢重要。其实只要逐个人伊家己有真明确的见解，就会使啊。有的人伊要持守特别的日子，好比安息日，伊是要为主来守的。有食肉的人，伊嘛是为着主来食的，因为伊所做的嘛是拢咧感谢上帝。所以保罗伫遮佫分享一个态度，就是无论是虾米款的原因来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上重要的是，互伊家己会当真肯定知，伊家己的所做、所选择，毋是受到迷惑，也是受到大多数人影响。乃是独因为伊有坚定的信仰来产生的，所以这也是提醒咱爱尊重每一个人选择为着主、为着感谢上帝的方式，袂当用咱家己认定的标准方式来批评人，这往往是教会纷争的一大原因。人真容易就抓家己敬拜上帝的方式、侍奉上帝的方向，当作是唯一标准的正道。保罗说则佫讲，咱无人为着家己在活，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伊才会讲即句，因为迄当时的人的想法是认为讲，一个人若干那为着家己活，是真见笑的代志。所以基督徒若活，应该讲是为主在活；若死，嘛是为着主来死。所以无论是活还是死，拢是属主的人。那为着这个目的，耶稣基督有死，嘛有搁活，通常时做死人甲活人的主。也就是讲，无论咱是活地还是死去，拢伫基督的管辖下面。既然基督是咱永世永远的主人，就无人有权利去批判，也是看轻主内任何一位兄弟姊妹，因为这保罗佫提一个说明的原因，因为咱众人拢着徛伫上帝的审判台前。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5章23节讲：“我指家己立誓，我凭公义讲出的话，绝对袂收回。每一个骹头乌拢会对我跪拜。
每一个喙拢会对我宣誓。安尼讲起来，咱所有的人，无管你是有信耶稣无信耶稣，咱逐个人就将家己的代志，伫上帝的面前交代清楚。咱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拢无法度来暗藏、撤销，拢着展开伫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保罗除了劝勉强调讲咱毋通阁互相批判以外，伊阁讲，反正咱着爱决心，无去做讲，互兄弟也是姊妹伫信仰上受阻碍的事。简单讲，就是毋通互人绊倒。保罗举耶稣基督的教导，伫马可福音第7章14到23节，耶稣有咧讲，若对外面落去人内面的面，无一项会互人无清气；但是对内面出来，才会互人无清气。所以对这，保罗伊拢确信讲，耶稣嘛是认为，逐项物件本身拢清气，拢会使食。只有对人内面迄个邪恶的心思意念讲出来错误的言行举止，才会互人绊倒，离开上帝。保罗阁讲，恁若因为所食的物，互兄弟还是姊妹心艰苦，你的行为就毋是出自疼心，你毋通为着家己所食的物，互兄弟还是姊妹跌到跋倒灭亡。因为基督已经为着因来死，每一个兄弟姊妹，因拢是基督用耶稣用付出性命的代价所挽回换来的，所以因伫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伊即个教导嘛，甲罗马书进前2章所强调的，疼别人亲像家己的基本态度相款。伫12章16节有讲，着同心合意，毋通骄傲，着做并前的人的同伴，毋通自作聪明。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安尼讲，不论对什么人，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骄气傲，倒要抚救卑微，也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个人真意爱这个抚救这个动词，都是压落去就滚。伫顶个月有一位姊妹嫁去荷兰的翁仔某倒来，因的幼儿头一遍来教会，就来头前牧师遂跪落去为这个小朋友祝福祈祷，迄个画面，真侪人看到真感动。伫顶礼拜的经文的重点，咱嘛是特别提醒讲，着疼厝边的人，伊袂去伤害别人，所以就会疼就成全律法。所以基督徒的自由，要做啥物毋做啥物，是甲对兄弟姊妹的疼以及互相体谅有真密切的关系。保罗阁强调，上帝的主权的实现，毋是靠食物，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会互上帝欢喜，嘛会得到人的称赞。咱人咧坚持要食啥物，要守啥物节日，这拢是伫咧外表，
但是上帝国上要义的是，人的生命有甲基督结连，有对圣神来，就是对人的内面的圣神来自然表现出来的公义、正直，甲上帝好好迄个活命的见证，甲上帝好好、甲人和睦相处的关系，来带出心中迄个平安，甲良心的安稳。那准啊讲有一个人，伊要干那要追求家己的快乐，确实伤害着边仔的人的自尊心，带予别人烦恼、艰苦不安，伤着别人的感情，这毋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其实，咱会当去试看觅，看到别人的生命甲主结连，咱家己才会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满足的平安甲喜乐。总讲一句，就是当一个人若顺服圣神的带领去行，伊就会成做耶稣基督真忠实的仆人。伫遮，保罗嘛为即个基督徒的团体，迄个团契定出两个目的。团契的目的，头一个就是追求和睦，就是甲上帝、甲人有公正合宜的关系。第二，就是互相造就，是为着要建立、起造基督的教会。而最后，保罗就劝勉信心坚强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爱搁较济的体谅、担当，毋通为着食米来破坏上帝的工作。因为万物拢清气，毋过人若因为食米，互别人的信仰所阻碍，都毋好。信心坚强的人，知影基督徒有充分的自由，是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确信知影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但是若为着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伊嘛是有迄个自由去选择讲，我无要做啥物来互兄弟姊妹绊倒。保罗对信心软弱的人，伊嘛有安尼劝勉讲，人对一项事的信念是家己甲上帝中间的代志。那家己看做对的代志，袂自责的人是真有福气。那阵啊，伊对这食米，也是所做的代志，心犹豫，安尼伊就莫食，嘛莫去做，因为毋是出于信心来食来做的，拢是罪。因为任何若无用信心去食，也是无信心去做的，安尼。伊食的时阵、做的时阵，上帝要定伊的罪。加尔文伫基督教义基督教要义有讲到讲，基督徒的自由甲人生观，头一点，就基督徒的自由是互基督徒伫清义这件事顶面得到透放，无阁受到律法的管制。第二，就基督徒的自由是互伊的良心转愿意遵守律法，毋是出于律法的压迫，是良心既然已经对律法得到透放，就会当自由、心甘情愿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三，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互基督徒伫无关要紧的代志顶悬，会当自由做。也是做无做，拢无要紧，因为伊无将这个代志当作上帝眼中属于良心的代志。所以基督徒伫即个无关要紧的代志顶悬是有自由的，只要照所信的去做，都无争论。重要的是，咱爱守条基督徒和睦。和谐的这个原则
来得到圣神所赐的公正、和平甲喜乐。现在咱已经进入大灾节期，是咧提醒咱，着搁一遍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阵，恳求圣神光照咱内在的生命的状况，咱做代志的动机，是毋是出自顺服圣神的带领去行？是毋是有顾念着别人的需要来活出疼？上帝是疼，上帝先疼咱，咱才知影啥物是疼。咱若要得到疼，要甲即个疼的源头结连，就是爱透过认罪悔改，互耶稣基督真正成做咱生命的主。我过去拢自认为是资深的基督徒，其实做代志嘛是真自我中心。掠家己的欢喜、家己的方便来考虑，自从成做传道牧师了后，生命才有机会搁较深、搁较扩展的学习的机会。其中上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体会到家己是上帝的奴仆、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代志要安怎去做？毋是家己讲准算，嘛是爱先去甲我的主人请示一下，因为我知上尾拢爱主人教孝。感谢我的大头家上帝，伊真体谅我的软弱有限。我发觉到伊加添予我的稳定甲关怀照顾。是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毋过，我嘛毋敢咧遮大声讲，因为我实际上付出的实在是真有限，所会当做的实在是无法度甲已经全然委身奉献伫其他方面迄上帝的仆人甲因相比。身份改变了后，嘛提醒我，都爱顾念着其他基督徒的感受。过去我含我老母拢真爱食猪血粿，阮土豆腐、盐水，有当时佫专工走去买。自从我知影我四周围特别有一寡亲戚基督徒，因是无要食有火的迄落食物。所以，为着要顾念因的感受，避免无需要的负担嘛是议论，我自然就减少去食猪血粿这方面的食物。我过去讲话真直，想到就讲。经过关怀服侍的学习，会搁较谨慎家己的讲话，因为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有当时无定义的一句话，竟然会造成真恶的阻挡伊继续来扩散，佫真恶的收拾的一个纷争甲混乱。特别是在群体中间，人多喙就复杂，有当时对人迄个耳语。批评还是论断，传了阁特别紧，而且若是出自批判的言语，一定会造成伤害，互别人甚至大家拢跋倒。会友中间彼此和睦，有疼的结连，是教会的根基。要去做教会，真正无容易。但是要甲拆毁，却是真容易。言语的伤害不只是两败俱伤，而且是众人拢输。我过去捌听过，特别是有的是牧师、长老的家庭的囡仔，因无愿意到教会，因为是看见父母倒在厝里，就是咧论断人、
批评即个，批评迄个，则是互人论断批评，对到因厝的人对教会反感，甚至离开信仰。所以，保罗伫2000年前对教会真深入的观察、教导，对比是咱现在的教会，犹原是真妥当、真实用的信仰团体。若追求和睦，彼此用真诚的疼来相对待，来起造教会，这是得到上帝祝福的。讲到起造教会，咱教会咧改建的时阵，其实有真侪新者真恰合的代志，包括讲乌甲地下3楼风台都拄啊好，安尼阵啊转用。所以我最近嘛有有几落遍听到黄牧师啊、林文忠长老，因咧讲，拄啊好已经改建完成。若无煞接有 COVID-19 的疫情，阁逐项的材料、工资拢起，甚至欠工欠料，可能就改建袂成啦。所以上帝奇妙的恩典已经为咱有备做好硬体的改建，后壁煞接软体的起造，就是爱靠大家咯。教会的起造关怀结连，毋是干那靠几位关怀同工，乃是爱足侪点连做线，才会当连做全面。所以，就是爱将每一个成员拢整合伫关怀的网络内，安尼才有一个健全的循环系统来供应一切的需要养分，所有的生命才会当得到牧养、关怀、造就，才有健康的教会，才会当延续活命，有代代无尽的活命力。真多谢黄牧师的安排，今仔日是我伫浙南教会任内最后一讲。黄牧师、陈牧师拢是我对神学系到神学院的老师，我修着因原来足侪课程，因也拢是当今教界真看重重要的同工。黄牧师今仔日去固定教会主理礼拜甲会议。已经有几啊遍受中会指派去担任需要的教会的小会议长，伊来协助教会的同工会当好好沟通协调，才会当同心合意，顺序来聘着新任的牧者。黄牧师我伫神学院对于教会行政甲法规。了后有机会咧边仔来观摩学习，以迄种见急履急、飞快的迄个行政效率吼，互我叹为观止。陈牧师伊学识渊博，敢若活字典的，阁和蔼可亲，真欢喜甲人分享教导。即摆陈牧师每礼拜有主持迄个讲道的研习会、研讨会。嘛开放，互其他的教会的牧者、同工愿意学习的，拢会当做伙来学。感谢上帝，是遮尔多的恩典，互我伫牧会中继续学习成长。这实在是超过所求所想，真丰富的学习的旅程。其实我就搁来补充说明，毋是干那牧会了的学习，其实对细汉到伫各团契的成长，嘛是受着大家的照顾、教导、疼痛来成长，较有法度会当进入神学院学习。我因为担任关怀牧师，
互我有搁较侪机会，会当常常甲老朋友、新朋友互动。我敢若是尽我的本分尔，做我应该爱做的，就是将每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要关怀，就是对基本的人的名认捌起。我无法度来一一来真深入来关怀。我唯一要义的，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归属的团体，伊会当享受到团契的生活，会当得到彼此关怀、彼此带导的支持。所以我嘛建议同工，咱会当设立一寡亲善同工，因愿意主动来招呼新朋友。将因礼拜煞将因带到雨伞骹，当继续有认捌关怀的机会。顶礼拜临时安排的欢送会，我看到教会各年龄层中级同工的热情的欢送祝福，互我实在是感觉受宠若惊，爱心爆表。嘛领受到每一个出席的祝福的。以及协助服侍的同工，和你真诚的对待，互我真感动。看到每一个人的面，都拢互我想起到过去彼此互相的互动的情景。所以我领受到，讲教会是一个牧养人的生命共同体。咱只要彼此是真诚的款待，有互动，自然都有疼的结连。这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做，出一个喙，出一个手，都会当领受到的。迄天有侪位长辈兄弟姊妹是专程出席，搁伫第一堂礼拜了后。听候久久，伫真有限的时间，我无法度一一来请安致意，真歹势。借着这个机会，伫遮表达我感谢的心意，以及对每一位对伊心底的祝福。愿上帝以满满的恩典、慈爱，甲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咱所听的济南教会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灵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怜悯疼痛，用主耶稣生命的重价来赎回阮，互阮对罪恶甲律法的捆绑中得到透放。有耶稣做阮的主。无论是生是死，到永世，拢有主永远同在。恳求主耶稣的保护，常常来掠看、清洗阮，互阮不断会当得到国外活命甲疼的气力，通活出疼主疼人、荣光上帝的活命见证。感谢上帝，超过想象的恩待济南教会，兴起一代搁一代的同工正会友，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为主发光。恳求圣神引带济南教会行伫主的旨意中，追求和睦，成做有主同在、有疼的教会。感谢上帝恩待台湾，犹原是超过所求所想。毋过，阮犹原面对真大的纷争对立，恳求主加倍恩典，甲台湾同在，彰显主的公义、和平、喜乐，互台湾成做世界各国达民族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53首，353首，请看善良慈悲牧者，请起立来吟。请看善良慈悲牧者，并保护的革命。请坐。这时是公祷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纪念228，为着诚实的历史甲健康的国家。第二，为着3月7日开始，世界公祷日，为着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来代祷。第三，2024年圣经学校春季班的报名甲课程的备办，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苏县长施淑珍执事带领咱做继续的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搁一摆通过林牧师讲道，甲伊的见证，阐明罗马书第14章的道理。求圣神常常提醒阮，互阮会当分别，什么是属地仁者的代志。什么是主你所要爱阮实践的公义甲和平？求你帮助阮有对主你遐来的眼光，还是主的怜悯理解，并且包容甲阮无同款的肢体。228事件到现今已经77周年，那亲像亲身经历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渐渐过往，那亲像228已经成做一个历史，总是徛起伫即块土地的阮，心内拢明白，即个亲亲伤害侪人甲家庭的228事件，以及后来的白色恐怖，因为无有完全的真相，无有正义，无有真正的温暖甲理解，迄个伤痕犹原还在流血。伊并无真正过去，恳求主你的神施落怜悯，医治即块土地，甲每一个受伤的灵魂。佮求主怜悯保护阮即块土地，无佮有第2摆的228事件。阮也要恳求主
常时讨棒人民，伊伫即个世界每一个发生无公义的所在。阮要为巴勒斯坦地区祈祷，求主的公义甲平安，能够伫战争中充满不安、死实、受伤的人民的中间。求主紧紧守护和平，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恩典的主，阮的过去伫你的人民中经过，阮的现今，你用你无限的慈爱款待阮。阮确信，阮的未来，你也要伫各方面供应阮。阮要将下礼拜日要开始的圣经学校摆咧伫主你的供应的中间，求主你陪伴老师甲学生，拢有对主你遐来的智慧，互听甲讲的人拢得到帮赞。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阿门。即时咱来奉献。请起立，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通知事项。2月份的特约长老是王永迪长老，3月份特约长老是林世宏长老。头一项，林明勇牧师要伫3月31日来正式退任。今日的礼拜中是伊任内最后的讲道。
伊要伫3月初就是要去美国，希望大家把握时间，会当甲营养牧师互相交陪，互相祝福。今日咱黄牧师是前往固定教会来主持会员互会，并且主持圣礼典。第二项，今年清明的追思礼拜要定伫3月31日过活节的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来举行。若要追思已故的亲人的家庭，无论进前是捌参加过无，请伫3月24日进前办公室来登记，并且提供个人的相片的电子档，甲100字以下的怀念文。第三项，长老教会监控的档案、个案的研究报告。咱进前威权时代，长老教会受到政治的监控档案的解密，就为总会的研发中心主任铁恩牧师甲陈永文牧师带领研究团队，要伫228这个时间来发表第2届的研究报告。时间是伫2月25，也就是今日的下晡2点。地点是伫咧本教会大礼拜堂，欢迎各界来参加。第4点，圣约教授孙宝玲牧师万主之主启示录的圣经的讲座，定伫今日下晡3点，到3月24的下晡3点半，伫咧教会的小礼拜堂，欢迎大家来参加。第5点，228共进39项，今年是228事件77周年，要敲钟39项来纪念事件的受害者。钟声39项是代表耶稣基督被要定伫十字架进前，受罗马帝国兵丁鞭拍39个，每一摆的鞭拍，代表上帝为着世人痛苦所受的鞭拍，也就是讲，鞭拍的39项钟声，也是提醒社会对228事件白色恐怖到今日，咱犹原就是爱坚守信仰的精神，甲受苦的人同受苦。所以纪念礼拜定伫2月28拜3下晡2点，伫咱教会的头前来举行。迄天出世的人，都会当收到一蕊百合花的冰针。迄暗下，即间祈祷会来暂停。第6点，3月7日是下礼拜日，咱教会出身的黄仁之老师伊的新册发表，因为伊的册就是咧讲冷战时期的台湾的农村农业甲农民。时间是定伫3月7日，礼拜四的下晡2点，地点是伫咧本教会大礼拜堂，欢迎较侪人来参加。2024年世界公道日，世界公道日今年的主题国家是巴勒斯坦。迄天，伫咧全球100外个国家的教会，拢要为着巴勒斯坦来祈祷。咱中会是伫咧3月7日，迄天要邀请大家做阵为着巴勒斯坦来祈祷。时间是3月7日，礼拜5早起9点半到11点半，地点是伫咧咱边仔，咱的厝边中山教会。第8点，3月7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迄天要为着咱妇女团契的诗班来带领会众来敬拜。也敬请兄姐为着妇女的事工关心甲代祷。圣经学校春季班为后礼拜开始开课，请大家踊跃来参加，也为着圣经学校代祷甲奉献。
伊的课程拢总有4节课，内容请咱家己看。第10点，罗主任牧师有出一本新册，甲耶稣做伙行苦路。这本咱伫个办公室有咧卖，若有需要的人来当教会来买这本册。这本册罗牧师用伊的贴心，就是伊所卖的所得要全数拢捐予咱教会做建筑的基金。2024爱的练习室报名到3月31日，请有需要的人踊跃来报名。团契消息，伫遮特别提醒上年团契，即礼拜嘛是要做阵参加伫个中山教会的世界公道日的活动，迄天是伫个中山教会来聚会。儿童主日学要伫个27到28这2天要举办耶稣教会的活动。若是有兴趣参加的细囝，麻烦咱家长会用来报名来参加。开会消息，后礼拜要召开中职会甲小会，敬请中职备办心来参加。具体消息，真毋甘的代志。陈永武牧师的母亲苏明娇长老，伫2月21日中到12点半安享主怀，王主运调。个别礼拜安排伫3月7日拜六下晡2点，伫个台北的东门教会。教界消息，3月7日要召开北部大会，请大家为着会议的召开来代祷。其他消息，近期的事工聚会，后礼拜会释放，顶礼拜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是请林牧师为咱来补充报告甲请安。歹势，今仔日话较济，讲较长，但是我有缘嘛是爱安尼为着遮尔侪年以来，安尼遮尔侪人得到恁的关怀、照顾、陪伴，我只有搁一遍大家说多谢。我咧即搭实在是得到太多的听，太丰富的学习，只有常常囥伫祈祷中。来为大家祈祷。顶礼拜黄牧师讲退而不休，我阁无清楚到底是要安怎，但是会恳求上帝，互我阁较明白退而不休的智慧。好，先讲到遮。多谢，非常毋知要安怎讲来表达，一来说多谢。我来介绍今仔日的迄个新朋友吼，有一位林慧玲兄弟，敢若早起就来啊吼，伊对牧坊来，是中华牧幼人青少年关怀协会创办人之一。伊拄仔讲，伊要搁参加第2场礼拜吼，咱会当带伊到咱的地下室的小礼拜堂。好，咱大家彼此来请安。祝福。这回来吟上吟信息388首，388首，言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林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量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充满、引带，甲咱每一个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岛闭会，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表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到我郡济南路边的雨伞卡，予牧师甲同工为你来祈祷。